甲迄个皮肤达到，伊甲按摩伊个感觉，哦，伊个地主看甲看袂落，老师都得啊，是安怎你要皮肤达到，共款两处，对拢加害伊，安怎你要去对伊了无？达到这个，伊讲就是讲伊迄阵出世两头啦，两头的鸟啊，伊就是迄个念，伊生生世世要来付出，要来害我，所以呢，咱有着讲这句话。一直要加害伊个人，一直要互你逆境个人，你爱当心，伊是咧生下早有无？下早500年生下早真有，所以咱học一点点那个念头都不能相信。如果相信的话，咱一定爱做生活，种种的出席，种种的出席，该得意出席。拢是轮回，咱绝对真个境界袂使搁进落啊！所以甲咱讲，咱赶紧上天这本考证，爱赶紧去做。上天这本考证，咱听有无？上天这本考证要爱的是啥物？要爱的是公平，是咱的。吼，咱嘛讲一直要遵照变这个，咱讲共款。共款的几十年来出去做啊，拄则我有听，咱做伊讲，共款人安尼时间咧过，袂靠边走，咱时间都无用好，一天拢是剩，咱等候业多对，等候，惊安尼，咱大家咱搁结婚。人才教育，人才吼，伊对啊，去花莲一个太太，伊70几岁啊，安尼点人叔公派伊去柬埔寨民众落后的所在，搁去医院咧，派一个70几岁的婆仔囝，伊阵我讲，伊讲我会做啥，绝对会做，除非若我有。佛的作用有笑安尼啊，用笑用爱心去和人沟通，和人了经济，和人交拥抱，都伊迄阵笑咧一句话，我这是咱毋过伊搁讲着一句话，毋过我要带厝等老年啊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我已經70幾歲，我要帶厝等好4年啊，吼，所以伊真正行出去，伊行出去頭一天，台風300多箍，伊有壓力啊。毋过伊愈做真体面，伊讲伊在人生的真实伊早所过，拢是为着家己，真所过伊就看自己嘛，这才是我要做的。所以有工课来，咱毋通讲啊，太拢叫我呀，爱注意，要互你的机会，你爱做啥你就做啥，这是要互咱消遣，就对啦，愈侪工课互咱的作业就愈轻，就愈轻。所以一直咱专注，咱拢有一个我咧做，一个我咧有一个我咧唔好，一个我若安尼，对做咧无好，就拄则咱做是比较好。这嘛等于一个讲共款一盆水，共款一盆水，这只牛来食一盆水，牛食出来变安怎？共款一盆水，这只牛食出来变啥？变成变利益你看你嘛，对无？共款这盆水哦，我这只蛇食着，变啥？变利益啊，对无？共款这盆水哦，共款上天予咱的工课，我欢喜心的人做，伊变啥？伊变欢喜，甘愿做，甘愿受，甘愿无爱讲我会着叫我拢咧做，我着安尼来看卖，我会着。那安尼咱就讲法更好。共款这物件是安怎做出来？是安怎共款这成功了完，是安怎咱的结果？你的喜心，你的喜舍的心，你的菩提发出来的成就本体，造福菩萨，上，这是咱最重要的部分。吼，所以共款
甲咱讲，咱同款几十年，同款修办过，以后咱的结果拢无相似。咱同款几十年搬来，咱同款咧规划，同款清楚同款咧做，咱搬来是啥物？得到满足了，得到什么？大仙、金龟、大神、大罗汉。毋过咱同款含人几十年，咱同款含人修办过，咱同款含人食菜，含人自然是道场咧行。毋过我以后的结果爱安怎？而且都安尼无严重做你做成，以后爱去老母咧有啥见过？有无？毋这会空的。所以咱才做对，咱的本身所显现出来所重要。我的一举一动，我的眼神，我的笑容，我的一句话，对，毋通去考考。因为咱即世人绝对爱做好，咱因为咱毋当来道场，然后我的所以咱们爱咱的一举一动，拢是咱做为先决吼。所以甲咱讲，既然咱是要来了罪了业，咱爱依约奉命，咱毋通惊道场代志。道场代志这，就是要咱消减愈消减个所在，咱爱感恩，代表咱的业种是变甲愈来愈轻。所以现在学校的结论正好。因为今日才上学校，因为学校的经验，学校知影，人徛来到这个讲台，人徛来到这个讲台，先不一定啊，先不一定，所以学校因为学校好听任何的劝，因为安怎讲，既然有这个业，我爱甘愿支持，所以我爱甘愿支持，我毋敢。毋敢好请师尊师庙在我这里一点点这么微薄的没有功德，可以请任何人来保护，只有自己赶快转，只有自己赶快以后当下你要安怎一过一些，一定要加紧脚步。所以咱爱知影，我今生今世到底我是要做啥？爱做。爱把咱的心经，把你的佛经，你的心经爱念，照样成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把你的主人公叫，唔通讲互伊较济。你的主人公是对的，你来办。你的主人公是对的，家属菩萨一模一样的，具备清净的本体，这个就是你主人公，这个就是你自我，这个就是无怨无财。这个就是无天时，这个就是无天时，这个才是你要找的人。所以呢，赶紧把你的现金回用落去，唔通互伊发色变种困去啊。所以呢，来做注意，搁再讲一次，咱以后的生活一定爱温良静，唔通容易，水时水节，上好啊。水时水节，这个无上是较知道，是较有效，是安尼等。所以呢，咱爱心防心痛，咱爱正正经经，咱袂使搁做道错啊，安尼讲，好个吼，所以大家唔通咱，通搁做啥，因为后壁还阁有较好的，大当生活，这样咱做做者。用的，所以咱对对的，你定爱去报告，啊嘛听歹势来遮，互你看，互咱大家都认真看，互咱这个观，互咱嘛听，去电视嘛，互咱看，我去看看，手都办好，互咱嘛怎么做代志？我这个我袂当骗迄个，认真做咧，认真做咧，无咱我袂当骗迄个，法医袂当笑互咱大家看，这是外口的事情，所以。咱们这段时间，甲学校斗帮忙的，甲学校安尼动作是愈来愈大，动作是较济啦。
上，如果若在座讲到对不起，咱注意点名，希望重点写出，希望注意点名写，甲咱大法医疗，互咱大家共同拍拼，为咱遮道场会当做一种变成较更较方便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这讲是直飞前到中，分到东，再在有人就会到涨价很多哈，咱们接好，爱涨多，涨我会进。